繼續嚟到茶道養生師課程，我哋講下咧綠茶嘅製作咯。中國六大茶類，綠茶我哋成日形容咧係茶中嘅 BB 仔，因為咧佢採摘嘅嫩度好高，通常都係以一艾二葉嫩葉為主嘅。咁製作工藝咧亦都好簡單，甚至咧保留咗茶好多原來嘅成分喺入邊，譬如茶多酚啦。另外咧，裏邊仲有好多唔同嘅氨基酸、維生素、礦物質，都好好保留翻喺茶葉裏邊嘅噃。好啦，我哋一齊睇下咧綠茶點樣做咯。綠茶咧好多著名嘅綠茶喺我哋嘅江北同埋江南地區出現，譬如有龍井啦、碧螺春啦、六安瓜片啦、太平猴灰啦、廬山綠茶啦。我哋好多綠茶咧都主要喺江北啊、江南地區出現嘅噃。譬如江北地區、河南地區嘅信陽毛尖、山東嘅廬山綠茶、安徽嘅太平猴灰、黃山毛峰，另外仲有咧浙江嘅龍井，仲有碧螺春，甚至日本都好出名啊！日本嘅煎茶啦，係咪玉露茶啦？咁都我哋好多綠茶咧，你發現都好多天氣凍嘅地方嗰度出現，天氣凍嘅地方。佢裏邊咧日照時間都短嘅，所以佢裏邊內含嘅茶多酚成分會少啲啦，以及苦味來源嘅咖啡因都會少啲嘅喎，導致咧出現咗綠茶一個鮮爽嘅特色比較明顯嘅。綠茶咧都有好幾種唔同形狀，包括條形、圓形、扁形、片形、針形、卷形。碧螺春咧就係卷形啦，龍井就係扁形啦。我哋頭先見到嘅太平猴灰啦，佢係一啲片狀咁樣嘅乳花茶南京嘅乳花茶綠茶就係針形啦。仲有一個好著名嘅綠茶喺湖北恩施玉露都係針形嘅。咁另外咧，綠茶嘅香氣主要都係以豆香啦，或者好清新嘅花香啦，甚至有啲板栗香、栗子香、鮮爽蠔香型為主嘅。咁咩叫蠔香呢？咁原來咧茶葉咧，如果喺一啲比較凍嘅地方度種咧，咁佢哋咧其實葉咧有兩面嘅，有一面咧其實係光滑嘅，面頭嗰面係好光滑嘅，另外一面咧就係好多毛孔好多窿窿嘅，咁其中咧就有啲絨毛啦，我哋叫毫毛。咁但係咧毫毛咧就會按住茶葉一路生長嘅時候，佢就會甩嘅，同人一樣老下就甩頭髮。咁佢啲茶葉大下咧就甩咗啲毫毛啦。嗰啲毫毛咧其實就係茶葉嘅氨基酸。咁通常喺啲嫩葉裏面會見得比較多啲。咁所以咧有陣時綠茶咧會採摘一芽二葉嘅嫩葉啊嘛。咁所以都會見到呢一啲絨毛呢啲毫毛噶啦。綠茶咧我哋又叫不發酵茶，嚴格嚟講咧我哋叫不氧化茶。因為頭先我哋學咗咧茶葉加工對茶多酚嘅影響。其實咧綠茶咧盡量避免茶多酚氧化嘅噃。喺製作過程裏邊發生咗咩事呢？我哋一齊睇下。綠茶嘅製作第一個步驟咧就係殺青，跟住咧就係油臉，最後就係乾燥。殺青究竟要殺啲咩呢？殺青就係咧要用高溫殺死多酚氧化酶，避免呢個酶咧氧化茶多酚啊，所以叫殺青。咁所以殺青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佢哋會用一啲好高溫嘅滾動式電熱鍋將相裏邊咧有個右手邊一個殺青嘅機器啦，佢裏邊嘅機器咧嗰個滾動式嘅鍋咧，大概咧開個溫度大概係300幾度添。咁當嗰啲葉咧放落個鍋裏邊咧一炒嘅時候咧，葉面受溫咧大概係80度，咁變咗咧裏邊嘅我哋講多酚氧化酶咧就會停止喐動啦，甚至係死亡添，導致佢唔會氧化茶裏邊嘅茶多酚。所以透過高溫殺青，除咗炒咧用鍋炒呢個方法咧，另外咧喺日本嚟講咧好流行就係用蒸汽殺青啦。咁日本嘅蒸汽殺青嗰個起源咧都源自於我哋中國咧宋朝嘅時候，都係用緊蒸汽嘅方法，將嗰啲採完落嚟嘅茶葉進行蒸汽嘅殺青。蒸汽咧佢嗰個熱力會比炒嘅溫度更加高啦，甚至個滲透性更加強。所以你留意到咧，日本嘅綠茶佢哋特別綠嘅蒸汽殺青嘅綠茶，我哋成日形容佢有3綠嘅特色，就係外形綠、湯色綠、葉底都好綠嘅。由於佢殺青嘅時間短、溫度高，
導致咧好短嘅時間，可能30秒內已經完成咗殺青呢個步驟。我哋講咧蒸汽殺青會保留咗茶葉好綠嘅特色啊，因為裏邊都仲有大量嘅葉綠素。殺青高溫令到多酚氧化酶死亡，甚至停止氧化茶多酚，呢個就係殺青嘅目的。可以分為炒或者蒸。之後油簾啦，油簾咧就係捽嘅意思。咁用手去捽啦，以前傳統。咁而家咧有一個機器去捽啦。咁所以圖片裏邊咧，除咗用手之外，隔離有一個好似血滴子嘅東西咧。咁呢個就係一個錘咁樣啦，用啲壓力咁樣將啲茶葉咧油啊。咁呢個就係油簾機器。油嘅目的係啲咩咧？油簾咧就係令到喺將茶葉通過油簾令到茶葉咧被擠壓，咁佢裏邊嘅汁液成分就會釋放出嚟。所以我哋沖綠茶嘅時候，一落水係咪好容易啲味就出嚟啦？由於茶葉有油簾過，油簾第一樣令到細胞破損，滋味出嚟；第二咧就係令到咧佢成形狀啦，成為一條條形啊、針形啊、卷形啊、球形啊，都係透過油簾去決定嘅噃。甚至咧令到咧茶葉裏邊嘅內含水分散失。所以油簾有3個目的，令到茶葉裏邊嘅內含水分散失，令到佢裏邊嘅細胞破損，茶汁滋味出嚟啦。第3樣咧就係令到佢成形狀。咁呢個就係油簾嘅目的。好啦，去到最後一個工序就係乾燥。乾燥對一個茶葉品質非常重要，因為乾燥咧最後會令到茶葉裏邊嘅內含水分跌到去6% 或者以下。茶葉裏邊內含水分少咗，就可以固定茶葉嘅品質令到茶葉摸上手咧好容易碎嘅。咁呢個咧就合乎標準啦。咁令到茶葉咧唔會因為內含水分而導致佢加速氧化，亦都可以咧透過一個合理嘅乾燥，能夠茶葉咧存放得好嘅時候，茶葉可能放1年都可以仲好好飲啦。所以乾燥咧非常之重要。咁我哋綠茶嘅乾燥咧可以用炒嘅方法啦，或者咧可以用曬嘅方法啦，或者咧可以用烘嘅方法。主要咧一啲高品質嘅綠茶咧都係以炒嘅方法或者炒烘結合嘅方法嚟到做乾燥。因為用曬嘅方法嚟到做乾燥咧嘅綠茶係非常之少，係因為咧佢曬嘅過程裏邊咧唔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完成乾燥，導致佢有水分擺喺太陽底下曬咧，佢都會進行氧化嘅喎。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講一啲名優嘅綠茶，一啲好出名嘅綠茶，都會採用炒嘅方法或者烘嘅方法嚟到做乾燥㗎。綠茶嘅特色咧就係甘苦，以及咧比較寒涼啲嘅。所以咧，如果譬如我哋比較熱氣啊，咁可以飲綠茶去清熱啦。譬如覺得嗰排咧天氣比較熱，又去咗 BBQ 喎，咁啊更加要飲綠茶添啦。綠茶咧適合我哋夏天去飲用，或者咧本身體質咧比較燥熱嘅朋友飲用嘅。綠茶咧可以咧喺我哋有陣時口腔發炎嘅時候咧攞嚟啷口啦，甚至咧可以我哋將飲用完嘅綠茶咧擺喺雪櫃吸味，吸咗雪櫃一啲雜味添噃。重複一次咯喎，綠茶嘅製作咧以殺青、油簾、乾燥。殺青嘅目的係用高溫停止茶多酚氧化，殺死裏邊嘅多酚氧化酶，咁導致佢唔會氧化茶多酚啦。保留咗茶葉裏邊好多原來嘅成分，包括茶多酚、維生素以及好多礦物質、營養成分喺入邊。綠茶我哋稱之為茶中嘅 BB 仔，採集嘅嫩度比較高，主要嘅香氣滋味特色係一啲豆香、板栗香，或者好鮮爽嘅香味。咁另外咧，綠茶咧主要滋味咧都係比較鮮爽嘅。咁如果沖泡得唔好咧，容易苦澀，因為佢裏邊保留咗好多茶多酚嘅成分。茶多酚係一啲苦澀味嘅來源。茶葉可以咧，特別綠茶形成咗唔同嘅形狀，係因為佢經歷過油簾。油簾可以將茶葉變成扁形啦、條形啦、針形啦、卷形啦、片形都可以嘅。油簾嘅目的咧，就會令到茶葉嘅細胞破損，茶汁出嚟。所以我哋一沖茶嘅時候，茶嘅滋味就出現啦。同時間油簾咧都可以散失茶葉裡面嘅水分，直到去到乾燥嘅環節，茶嘅水分咧內含水分得返6% 以下，保留返茶葉固定嘅品質，令到佢唔會因為水分而繼續變化落去啦。呢一個咧就係整體茶葉製作、綠茶製作嘅技巧。
期待大家好好溫習，認識我哋中國最 BB 嘅一個茶類綠茶。